你好，歡迎大家返嚟我嘅頻道烽火台收音機。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咧，請大家撳一撳個訂閱掣啦，同埋撳埋隔籬個鐘仔，咁就唔會錯失我每一條嘅影片㗎啦。咁如果我揀選嘅馬匹或者我分析嘅馬匹對你哋贏錢或者對你哋揀馬嗰度有啲幫助嘅話，唔好吝嗇你嘅讚好，撳一撳個讚好掣啊！跟住分享埋條片出去，等多啲人可以接觸到我呢條頻道。有你哋嘅支持咧，係我繼續拍片落去嘅動力嚟嘅。未開始前講返上期啦，頭場就爭啲啦，俾馬膽就跑第3啦，唔係好妥。跟住後尾有 Win Pay 馬啦，5倍幾贏馬好似係啦，咁有愛，即係已經俾我，其實我自己俾我嘅想法係熱咗噶，其實即係我諗住佢即係煲都唔熱嘅，點知都熱啊，55個半贏馬OK 啦，同埋我今日睇到個留言都話，好似你咁講喎，幸運星球走，精彩用將走，咁跟住佢衝上嚟咁樣，咁樣就整咗條3重彩，係，係啦，咁今期啦就早做好啲功課，同大家講咗啲馬仔先啦，係啦，趁有時間去，亦都因為聽日又有啲外國馬又成咁樣，因為即係都要做功課。咁不如拍咗片俾大家先啦。既然都已經係有睇法嘅話，希望啦可以承接住翻嗰個勇勢啦，繼續去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大家贏錢啦。咁我嗰日咧就因為收到馬房臨場嗰啲各樣嘢都收到，咁所以咧喺我自己嘅群組嗰度，我直情係都好耐冇出噶啦。其實係3個星咁樣嘅場次，其實都好耐冇出俾佢哋嘅，因為有時都可能出下啲1個星啊、2個星啊，即係呢個係一個信心嘅指數嚟嘅。咁有啲係普通嘅就咁出啦。咁嗰日係出到3個星嘅場次啦，WinQ 都中晒，都冇令到我支持我嘅朋友失望啊！呢個係最重要。咁希望今期會繼續再做得好啲。咁好啦，唔好講咁多啦。講翻啦，2月1號啦，星期日嘅賽事啦。當日嚟講咧，亦都係有11場嘅沙田賽事啦，亦都有場4歲嘅系列賽喺度啦。事不宜遲啦，講翻今期嘅馬仔先。咁今次咧，首先想同大家講咧，係講一講第11場嘅，第11場尾場嘅。首先想同大家講嘅馬咧係2號馬偉金主。偉金主呢隻偉金主咧，佢今季嚟講咧，其實都係好準成啦，相對嚟講係可能會跑多咗少少嘅。但係佢今次咧都唞咗接近成個月先出嚟跑啦，我覺得應該對佢嘅體力上嘅回復咧係有一啲好正面嘅影響，係唔錯嘅。咁我認為呢隻馬咧其實就一路咧都係好多次嚟講都係輸喺個檔位嗰度啦。你睇翻佢上一場我推介俾大家嘅時候，312場次佢都係可以守翻起前置嘅位置啦。跟住翻到嚟一衝就過咗你賺晒步速嘅喺前面走嘅嘉應騎兵啦。咁今場佢排放你一檔，只不過咧係比上場贏馬嘅時候咧加多咗2磅嘅啫。對手嚟講，我自己認為都唔算係一啲十分強勁嘅對手嚟嘅。希望佢可以延續佢嘅準成啦，可以再起碼嚟講，我都起碼要覺得佢要有頭2名先叫合格嘅呢場馬因為大家其實你睇翻啦，佢前一場啦就係蝕喺2、3碟嘅時候衝翻上嚟跑過第4嗰場啦，佢都係即係262場次嗰場，佢都係孭131磅。
佢其實咧就係追唔到你前邊賺嘅大眾福星啊、百威多贏嗰啲咁樣啊。嗰場後上最好兩隻馬咧就係榮進大道同埋隻偉金主啦。之前我喺節目都有提過，咁偉金主啦，再出已經係喺上一場贏咗啦。咁今場嚟講，我覺得形勢咧會同上一場3-1-2咁樣，會擺喺前邊守好位之下，一入正直路擺正騎落去，佢個檔好啊，好大機會贏呢隻，即係可能好大機會贏到呢隻大熱門嘅綠野飛馳，我覺得。咁第二隻嚟講咧，我會講嘅馬係會係揀翻隻1號碼嘅進跑得啦嚇，進跑得啦，無可否認噶啦13檔一定係難跑噶啦，一定係難跑噶啦。5隻馬啦，今季對上嗰幾場啦，其實除咗喺093嗰場沙田1200米嚟講係跑得比較差之外咧，睇翻佢其實佢近呢3場沙田1400咧都係跑入頭4名嘅。1、2再喺一啲不利嘅後追位置度衝上嚟。先講169場次，蔡明紹騎嘅翻嚟，只不過追唔到隻光年魅力啦。風再起時，風再起時再出再贏。263場次又係蔡明紹嗰場咧，又係輸俾隻風再起時。嗰場大家可以睇清楚，嗰日嘅場地全部都係大利一啲前邊嘅馬嘅。嗰場馬可以大後追而追上嚟嘅進跑得咧，係一再已經可以顯示到咧，佢追上嚟嘅走勢咧係十分之唔錯噶啦。今次講翻落嚟3班孭住個135磅，135磅嚟講咧，我睇咧對隻馬嘅影響咧就相對嚟講唔係十分大嘅，始終隻馬都有翻1100幾磅隻馬喺上季初出啦，即係香港第一次出賽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孭到133磅，喺沙田1200爆冷上嚟贏嘅。嗰場133磅咧，對佢嚟講係有啲影響嘅，但係咧即係今場嚟講，我覺得佢135磅係會有啲影響嘅，但係嚟講咧真正影響佢咧，我相信係會係個13檔啦。我希望佢可以克服到個13檔，而喺一啲有分頭嘅情況之下，可以走到入嚟一隻。咁我第二隻就會揀呢隻進跑得啦。咁再揀嘅就會係揀翻隻應該係熱門噶啦，係嘛？就係隻綠野飛馳啦。呢隻馬就眾所周知，大家都係咁樣講佢噶啦，超級好馬啊嘛，係嘛？但係大家可以留意下隻馬啦，其實佢喺香港跑咗5場。只不過咧係初出嗰場贏咗之外咧，其實佢跟住已經連續跑咗4場第二，連續4場第二，即係跑5場1 win 4 Q。你唔好理佢輸個短頭又好，輸條頸都好，輸3個馬位都好，結果就係佢都係輸，都係跑第二。我堅信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一隻馬係大家係真係大家講到係一隻咁出色、咁超級嘅馬咧，冇理由咁耐贏唔到第二場，一定係有啲問題嘅。大家先唔好我自己認為啦，先唔好睇到隻馬係點樣10分高先，點樣又話上眼2班啊，上眼1班，唔好睇到咁樣先。起碼要去到隻馬你顯示到翻俾我睇到，我先會去，即係先再講啦，係嘛？即係你而家始終你贏咗一場，你俾我嘅嘢唔夠去支持呢個點啊？未夠咯。咁我覺得你起碼你要俾到多啲嘢我睇去支持我。係咪真係可以係一隻咁好嘅馬？係咪一定可以上到2班啊、1班啊？你遲啲先講後話。睇咗你顯示到你嘅實力俾我睇先，但係而家我未睇到咁。當然今場揀佢一個保險腳嘅主要原因啦，都係因為佢嗰句啦，準成啦，係嘛？1 win 4 Q 咁都係準到爆噶啦，係咪先？咁佢363場次咧，今季初出啦，佢都係唞咗大半年啦，6、7個月之後咧，翻嚟追唔到隻天星。講真，天星咧呢隻馬喺我心目中咧都唔係一隻十分之叻嘅馬嚟噶啦，只不過佢嗰場加上佢係食咗個步速，但係隻綠野飛馳其實佢都係跟喺前邊，佢都係有份賺嘅，但係翻到嚟
衝落去嘅時候，你都要輸足3個馬位俾佢。咁我覺得就呢個職嚟講就真係十分之好有保留啦，唔係一個十分好嘅賽績嚟嘅，純粹係要佢咧係真係買佢嘅準成嘅啫。跟住再揀第4隻啦，即係第3隻腳嚟講咧，就因為啲對手啲馬咧確係渣嚇，確係渣咁啊。揀翻隻都唔係十分叻噶啦，但係咧佢個檔位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好嘅，大眾福星啦，大眾福星啦，呢隻馬就係咁上下賣噶啦，孭到呢個榜嚟講，我認為佢都係一啲3、4重彩腳啦，去爭翻一隻3、4重彩腳啦，咁所以第4隻我自己會諗翻呢隻大眾福星啦。所以我今場嘅推介啦，會俾大家嘅就係2號嘅偉金主，1號嘅進跑得，6號嘅綠野飛馳，同埋3號嘅大眾福星。咁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又係啦，俾翻隻 WinPay 大家去玩下啦。但係今次呢隻咧，就唔係煲都唔熱啦，就應該唔使點樣煲都應該熱噶啦。我自己覺得佢應該係一隻熱門馬嚟嘅。推介俾大家嘅係第9場2號馬嘅99維軍。今季佢落嚟4班即刻變身啦，喺鍾極禮手上298嗰場搏失之下，啱啱翻到嚟追唔到隻開心老闆係嘛，開心老細大家都可能喺報紙亦都睇到，喺現場睇電視亦都睇到，一落到嚟咧就告東尼掹住黑晒面，捉住鍾極禮嚟屌係嘛？係失望嘅，12倍咁樣贏唔到。講真，嗰場馬嚟講，應該係佢贏嘅嗰場馬。我認為係佢贏嘅，唔係開心老闆，唔係開心老闆贏嗰場，應該係隻99維軍贏嘅。咁上場338場次啦嘅99維軍排咗個12檔喺後邊衝上嚟，輸咗俾我認為咧，我自己認為咧係真係幾超級嘅兩隻馬啦。機械之星啦，機械之星咧禮拜日都會出嘅。呢隻馬咧，如果如無意外啦，冇古靈精怪啦，騎師冇去望腳嘅話咧，禮拜日咧都係贏噶啦，都係佢贏噶啦。另外追唔到嗰兩隻咧，跨境駿馬同埋龍城強將咧，我認為呢兩隻咧就只不過係賺咗步速嘅啫，賺咗步速嘅啫，但係都唔錯嘅。而佢可以喺咁後嘅位置翻嚟跑過第4，我自己認為係合格有餘啦，咁講真，兩場俾你鍾極禮輸咗之後，呢啲馬係嘛，盲都識撩噶啦，一定撩你啦。加上係潘頓嘅話，有班專人去幫佢撩你啦，係嘛？因為佢自己咧就除咗自己試嘅馬啦，佢仲會係有一班人去幫佢去睇埋其他嘅馬，而去話俾佢哋聽，喂邊啲馬係得跟住嗌佢去撩。其實有好多人去幫佢做緊嘢呢啲馬潘頓撩緊你啦，係嘛？你搏失兩場一定撩你啦，係嘛？兩場都有咁好嘅走勢。今場孭翻135磅，用潘頓嚟跑，重磅馬用重磅騎師誠意十分有噶啦。排翻個8檔，應該就唔需要好似鍾極禮咁留到咁後嘅。我覺得佢咧應該係可能會留喺二碟嘅第2隻、第3隻，可能會擺翻前少少。咁樣衝落去嘅時候咧，翻嚟咧，亦都我覺得又唔好擺得太前啦。但係反而係第2碟嘅第3隻，我覺得就足夠噶啦。咁如果係入到直路咁嘅位置衝上嚟咧，呢隻馬會好近。有贏面機會嘅，我自己所以咧推薦大家咧去 WinPay 玩下呢隻99維軍啦，或者我哋做一啲 QT 膽都係可以嘅。第9場嘅2號馬99維軍，但我相信咧今次就冇上次嗰隻有愛心得咁筍有5倍半噶啦，呢隻應該都係一隻熱門嚟嘅，但係潘頓亦都可以俾翻一啲點講我覺得告東尼都係心急為幕後去交代嘅，同幕後要交代呢隻馬，因為始終都搏咗2劑輸咗錢我覺得佢都會想心急向幕後交代，所以今次都直接換潘頓睇睇咩環境係嘛？咁我覺得
潘頓亦都係希望可以立翻場馬啦，我哋攞翻個稅權啦，睇下可唔可以立咗呢隻馬嘅稅權去。OK， 咁好啦，咁啊兩場馬同大家分享完畢啦，咁啊希望咧大家支持下啦，咁啊撳翻個讚好仔啦，撳翻個訂閱仔啦，再將條片分享出去啦。咁如果有啲咩善意嘅提點嘅善意嘅提點，就可以留言區嗰度啦，留言翻俾阿準，咁啊等阿準睇下，如果一啲係我做得到嘅，而又真係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幫得到大家嘅，咁阿準都係願意做嘅。咁如果譬如話喂，對我其他場次嘅貼士嗰度有啲興趣嘅，好似嗰日咁樣，我冇講啫，但係尾場咁樣嗰條 Q 太子嗰條 Q 我自己文字版嗰啲 fans 就甜晒噶啦，俾晒粵港嗰個粵港支區搭呢個太子700幾蚊 Q 900幾蚊二重彩，佢哋甜咗噶啦，起碼嚟講佢哋支持阿準，阿準係俾到個交代佢，即係同埋如果係話，因為我始終我拍片我唔會講晒所有嘅場次啦，亦都好難講晒所有嘅場次啦。咁如果係話喂，對阿準其他場次嗰度有啲興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咧同我聯絡翻，睇下點樣可以攞埋其他場次嘅文字版咁阿準都幫你排好晒噶，邊啲馬嗰個機會幫大家排好晒噶。咁同埋就係如果係話喂，想入嚟群組嗰度玩下，好似我哋新加入咗又有一位朋友，咁其實咧佢都留意咗阿準嘅節目都一段日子啊。咁近排佢又問我，喂，準哥，如果我想入嚟你個群組嗰度玩下喎，咁亦都係好歡迎啦。咁佢亦都係喺上期嘅賽事已經加入咗我哋噶啦。咁可能唔知我都未去真係去同佢問下，因為自己都比較忙，都未問下，究竟適唔適應嗰個群組或者贏唔贏到錢啊？咁阿準都未得閒去同呢位先生余先生去溝通，咁可能稍後啦，忙完嘅時候我都會同阿余生溝通下，究竟係點樣因為我哋都有時都好問水嘅，因為有時你明白收到啲嘢嘅時候都可能再抌出嚟嘅時候都比較問水，咁跟唔跟到咧？咁樣佢點樣咧？咁或者點樣會好啲咧？咁都想同佢傾下咯，因為我都想照顧好每一位支持阿準嘅組員咁好啦，都講住咁多先啦，同埋都係啦，既然都睇到嚟呢度啦，都睇到成10幾20分鐘啦，都唔爭再撳個讚好支持下阿準啦，係咪先 ？OK， 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希望大家星期日贏多啲 ，OK 支持阿準。OK， 下期賽事再見，拜拜。